我知道早晚瞒不住。那秦家知道吗？秦朗知道吗？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我才感激老秦。至于秦朗，自然是不知道。那他忘记的那段记忆，究竟是什么？天儿，其实我们也并不知情啊。天儿，冉冉现在的状况，跟她失去的那段记忆有关。天儿斗胆猜测，冉冉的病之所以总是复发，跟她拼命想要记起之前的记忆有关。先前她跟我说过，她的梦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等她，她才这么排斥跟秦二公子的婚事。在她昏迷之前，可能我的某些话让她想起了那段记忆。什么？3年前，素女用3根金针封住了冉冉的毒，可是她说并没有什么大碍呀，还说只是会失去一些记忆，就是让冉冉在太乙山上休养，切勿过多走动。素女师父还说，她那段以往的记忆并不重要，可是对表妹而言，那段记忆或许能要了她的命。小师妹，你放心，就算是二师兄粉身碎骨，也一定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在这里，只有我们俩。二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要是不行，我就去求皇帝舅舅，让他派御医来给妹妹看看。老七，你别着急嘛，妹妹这是心病。什么心病啊？心病哪里会昏迷不醒呢？你明明就是医术不行，还找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？或许这次妹妹醒后，我真该去游历学习医术，不然以后怎么给妹妹看病？你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想知道你是谁吗？你只要过来我身边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他又是谁？哎，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二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吓死哥哥了。我怎么了？还说呢，你都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。你要是再不醒，我就去你二哥的医馆，把他的牌匾给砸了。七哥，你干嘛这么冲动啊？我又没什么大事儿。妹妹，现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儿，二哥。害你们担心了。妹妹，表姐说你是毫无征兆的昏迷的，说你是不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什么伤？七哥，你放心吧，你看看我，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什么好啊？你看看你，都这副模样了，我上辈子真是欠你的，这辈子要为你操碎了心。怎么样？睡了吗？喝了二哥的汤药，刚睡下。那妹妹说了些什么？什么都不肯说。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吧。什么意思？3年前的事情，你们还记得吗？3年前，那次爹娘从太乙山回来，就愁眉不展，
也不许我们再上山探望妹妹。你的意思是，娘瞒了我们一些妹妹的事情？可是娘亲不是说，因为妹妹的师傅带着妹妹闭关修炼的吗？那些都是说辞。妹妹的武功修为，你我都很清楚。这次把她接回来，她时常昏迷，我怀疑这些都跟3年前的事情有关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会让爹和娘都闭口不提？我去问娘。慢，也许连娘亲也未必知道吧。希望舅舅舅母能重新考虑冉冉与秦二公子的婚事。天儿先退下了。好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事到如今，难不成还能反悔吗？冉冉既然已经遗忘了那段记忆，且回忆起那段记忆会要了她的命，我们绝对不能让她记起来。我的女儿，哎，你说到底是哪个男人拐走了我的女儿？啊，让我知道他是谁，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。看来婚事不能再拖了。或许嫁给秦老，就不会想起那段记忆，或许会安全一些吧。我的女儿，命运怎么这么坎坷？娘，冉冉有话想要说。冉冉乖，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啊。再喝口。娘，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嫁给秦老？女儿，乖，现在好好休息，先别想那么多。娘，爹爹，哎，女儿本以为可以接受秦朗的婚事，答应你们的安排，从此相夫教子，过好一生。可是冉冉的梦里一直有一个人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他一次次地告诉我，不要忘了他，千万不要忘了他。可是我现在不仅忘了他，我还要嫁人。娘，其实我也想和你一样，平平淡淡、相安无事地过好一生。可是这样，对秦朗是何其的不公啊！对我已经忘记的那个人，又是何其的不公。冉冉，你说的这些，娘亲都懂。可是娘亲的心，你又能懂吗？娘，爹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冉冉，你没错，你没错。哎，冉冉，你梦里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什么背景？你知道吗？冉冉啊，这门亲事还有不到半个月了，京城上上下下都知道，将军府要跟丞相府结亲，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婚，对秦朗
不公平吧？这也都怪娘，让你从小气度缠身，药石无益，受了那么多苦。娘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你早一点嫁人，嫁个好人，有一个爱你的夫君可以保护你、宠爱你。娘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娘，爹爹，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啊？据我所知，我的小师妹啊，最终还是不想跟那个秦朗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们怎么看？哎，岳兄，那依你所见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那还不容易。想我岳峰，那可是太乙山的首席弟子呀，那我只要振臂一呼，那就有8方支援。我现在就飞鸽传书给我的师兄师弟们，让他们下山抢亲。我要把冉冉重新带回太乙山。大家现在还是赶紧想想如何应对冉冉的婚事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妹妹肯定是有了心上人才不想成亲的。啊？谁啊？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神仙。可是我知道。反正不会是秦朗。废话。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去抢亲呐？这个问题嘛，其实我也想到了。如果妹妹要是真的不愿意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用非常手段。对，我们可以这样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来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！来了！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可是我给妹妹新做的嫁衣，你们怎么不搬出去呢？快，搬出去！这箱子怎么这么沉呢？是啊，不是说是嫁衣吗？就是啊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。耶！哎，我有了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。小师妹，我来了！哎，小师妹，我来了，小师妹！哎，小师妹，九师兄，快带我走！好。小师妹喜欢的人不是你，她跟你在一块儿是不会幸福的。我要带她走。小师妹，走！回来！坐啊！哎，行了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想出一个万全的方法，帮助妹妹逃离婚事。你说前几天他跟秦朗逛荷花园子，怎么突然就不愿意了？想通了呗，之前还不是因为屈服于你。我女儿不愿意，我更不愿意。明天你去告诉秦朗，说冉冉身体不舒服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
我女儿是大家闺秀，你怎么就……你就鼠目寸光吧，回头冉冉有个3长2短的，我跟你没完。把事情办好了，不然从今以后你就在客房睡觉。冉冉，你怎么样了？嗯，秦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生病了，就赶了过来。你怎么了？是受了风寒，还是哪里受伤了？啊，我这里有治疗风寒的药，有创伤膏，有治疗头痛疾病的，还有心口痛疾病的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没事的，真的。最近京城不是很安宁，你们是不是很忙啊？其实还好，前些日子岳灵宫的人到了京城，死了几个人，可是最近又销声匿迹了。你们一定很辛苦。倒也还好。冉冉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在家养病，哪里也不要去。实在要出门就告诉我，我过来陪你一起。没关系的，你看看我，虽然武功不太好，但是保护自己还是可以的。看到你这么有精神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这个是我从护国寺特意为你请的平安符，希望你能早日康复。谢谢你啊。冉冉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啊，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秦朗是个好人。3年了，你还不死心，还想着为你哥哥报仇？爹，从始至今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。眼下你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就算你不为爹考虑，也该为小冉冉考虑。你这么执着于找岳灵宫的人复仇，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万一有个3长2短，你让爹怎么去跟小冉冉交代？现在离你成亲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爹，你煞费苦心的为我安排亲事，安排官职，可是你都没有问过我，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？为人父母者，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早日成家立业？尤其是在我对未来的儿媳妇十分满意的情况下。为父老了，失去你哥哥之后，我也想了很多。为父现在只希望你早日娶了小冉冉，然后再为我生个大胖孙子。爹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爹的心情，希望你也能体谅体谅啊。
大哥，等我为你报了仇之后，我一定会回来孝敬父亲的。至于秦氏，我知道他的心不在我这里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亦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亦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